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中度风台海葵等咧瓦近台湾明仔早起进前会发布陆上警报，即北部含宜兰地区拢伫咧准备降低风台灾害。就日本专家来了解多久后的这个事故改善进度，煞意外找到头壳棍，警方搁再去敲，目前总共找到9地也断裂鑑定。国军甲美国买的布雷系统开45亿，今年底会先交7套。另外，对台军售要提供 F-16战机延长寿命服务。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到这风台动态，讲到这中度风台海葵继续挖近台湾，这方向有偏向南边小看。气象局伫暗时8点半时阵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到明仔早起进前呢也会发布陆上警报。因为这方向呢有偏向南边，就可能是对花莲或者是台东来登陆。这风台挖近了后，东半部北部地区伫礼拜时阵风雨会变甲真明显，而且这海葵就有可能是4年来头一粒登陆台湾的风台。以前一只看花停好，佮再用锁啊改保护安，规人正平渔港渔民趁海上警报发布进前来做防范的准备。因为现在目前这个海葵台风啊，朝我们这个东北角这边过来，船靠啊什么都有准备了。重点就是那个神手要强一点。你每一摆大楼就海水倒叫。拄大雨就淹水的规人暗时路，和点头是真困扰。下晡市府环保局伫周边进行水沟的清理，避免物件塌掉咧，造成淹水。上大早本身水沟就规个水拢满起来，就把东西搬高至膝盖以上的高度。海葵风台继续对台湾这边来逼近，台东停航3港的离岛交通真无简单，才恢复班次。下晡2点了到车3往绿岛的船班，如果因为风台要来而取消。我们要去绿岛。为什么会下船呢？他说明后天停驶，所以就下船了。根据气象局观测，中度风台海葵即阵中心位置伫台湾东南东方77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4公里速度向西进行。预计暗时8点半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这日头早到早起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它在通过台湾的时候，暴风半径大概还是180公里。假如目前大概是以花东这边登陆的话，其实大部分的县市都还是有机会，可能涵盖在它的暴风圈里面。气象局讲，海葵风台继续增强，不过路径向南，就看起来礼拜对花莲到台东登陆的机会大。离的外围环流对拜六暗时就开始影响台湾，车3通过台湾，到市东半部北部落雨会非常明显，也预计下日导引气流微弱的环境，海葵下礼拜1到拜3可能会滞留台湾海峡南部的1日西，而这个影响台湾的时间也会变较长。北部、东北部刚好其实也是农历的大潮时间了，可能要特别注意，就是淡水河口这一带可能会相对会比较容易有一些这个易淹水这个状况。到8月3日为止，顶一个登陆台湾的风台已经是1469天进前，也就是4年前的白鹿风台，而且顶一个登陆花莲以北的中度风台更加是在6年前。那海葵真正对北部来登陆，会有机会一摆将近2项纪录。记者自动报道。风台海葵的方向虽然是向南线，不过北部宜兰地区各单位是拢严受戒备。台北市政府宣布，今下晡4点开始，淡水河沿线疏散门会当出来，袂当入去。若新北市高滩地停车场暗时7点开始也会管制，民众就要赶紧去刷车。若讲到这风台角的部分是大家上界关心，这北基桃呢，按算伫咧暗时10点之前会宣布。新北市淡水初1过道路局部的巡河，拄好拄到真罕见的超级南瓜，造成年度的大流。淡水河的水位比平常时啊加真悬，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海葵风台愈来愈晚，翡翠水库易先排水，调控出27趴的空间。若水尾湘北市的水门嘛启动管制。新北市政府宣布，水门内底停车场暗时7点开始，敢若出来袂当入去，呼吁民众赶紧刷车。台北市淡水河沿线水门所在，下晡4点开始，敢来当出来袂当入去。暗时8点会甲村的车拖走，水门10点会关起来，而且开放部分车路的红线、黄线，甲学校通好停车。若台北市树林下山卡码头边，即间全台湾唯一会当调整关度预防淹水的天德宫，会等风台陆上警报发布了后，才会调整关度。多少一定会淹的啦，路警刮了我们才会才会升起来啦。啊，无人是明坐啊，在，你要共叮当。
台北市长蒋万安甲新北市长郝友宜分别召开防台整备会议，气象局的预报若是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就会伫暗时10点进行公布。目前宜兰的风影已经开始变强，所以龟山岛预防性风岛到测试。南无澳的渔民透早都已经甲船停入去港的，做防灾的准备。冚呢個整多嘢啊！佢冚起來，冇有空氣，冚未弄破。風台要來啊！也有民眾去北海岸的所在看影、行搭，海巡嘛出動，優先勸導，呼籲民眾唔通踮伫海邊啊，避免發生危險。記者綜合報道。美國國防部上屆新的對台軍售會提供台灣 F-16戰機延長壽命的服務。另外，咱的國軍呢有編45億4000多萬，加美國買14套的火山步雷系統，今年年底會先交予台灣7套，也拿剩的7套按算伫咧2026的時陣到台灣。中共伫台海制造中間地帶衝突，國防部7發布總共查到共機4架次、共艦3架次，繼續伫台海周邊活動。國軍運用任務機甲軍艦、華地飛彈系統嚴密監控，空軍這邊接到任務就隨升空來執行任務，而且大幅增加戰機耗損。美國國防部公布上新的對台軍售，會為台灣 F-16戰機提供延長壽命服務。軍售案未超過1817萬美金，會伫2030年8月底來完成。美国不是要出售我们的 AGM-158吗？好，所以其实我们就要在美机配美弹的状况下，你相关的一些机体、弹体呢都要做性能提升，然后跟它的武器搭配，否则的话，你空有机跟人来驾驶，没有弹你是没有用的。另外，国军反制强军登陆作战，準備45億4054萬向美國採買14套火山步雷系統。另外，有算書公布好消息，今年年底就會交付台灣7套。剩的7套預計2026年就到台灣。對着外界質疑，強加甲台灣打造真多地雷島，陸軍講這是謠言，只有當強軍發起行動時，才會及時來布置地雷。專家講，國軍最近驗證最初紅色山坡，攏是未來可能布雷的地點。这个是智慧型地雷，就是说过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定时引爆。那当然，我们今年呢，如果说接装7套之后呢，其实势必陆军的工兵群一定要做相关的验证，撞为头城的沿岸比如说金山，然后八里、芦竹沿岸这些是北部的滩岸。美方真關心印太情勢，美國聯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惠特曼率團訪問台灣。總統蔡英文7日接見惠特曼，第一次感謝美國國會推動友台法案，對美國對台軍售拖延交付有190億美金。惠特曼也當面作出承諾。I can tell you that members of the House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are focused on making sure this $19 billion backlog in foreign military sales gets fulfilled. 對着中共想要侵犯台灣，惠特曼強調會確保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任何對台灣具有敵對的攻擊，美方一定會堅定來回應。國會兩黨也攏支持增進台美關係。記者綜合報道。中國美國這兩國的軍事交通管道已經停真久了，不過美國國防部也證實講，8月中佇斐濟會議頂頭，兩軍的高階將領有會面，這是今年頭一屆對外交流。中國國防部表示講，兩國之間確實有不少困難和障礙，攏是美國造成的，而且因也強調講，這溝通袂當無原則，對話袂使無底線。6月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頂懸，中國防長李尚福是拒絕和美國防長奧斯汀會面的邀請，美中的軍事溝通就停佇遐，兩國的關係嘛變硬咗。不過因為美國國務卿和商務部長這高階官員訪中，軍事交流可能啟動。5家大學證實美軍印太司令阿茲里諾8月中佇斐濟會議，和中國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的副參謀長徐啟麟會面，這是今年兩軍的高階將領第一擺線下的交流。There is nothing preventing the PRC Minister of Defense from communicating with Secretary Austin.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do on our part to maintain ope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to reduce the potential for miscalculation. 首先，我要指出，中美兩軍交往並非處於中斷狀態，但也必須承認，當前中美兩軍關係確實是存在着不少困難和障礙，這種局面完全是由美方造成的。
中国国防部虽然强调两军沟通的广度真顺，但是强调沟通袂当无原则，对话嘛袂当无底线，批评美国干涉内政、对台军售等等。双方要破冰，敢若无遐紧。即马中国积极在扩大军力，尤其伫南海动作是真多。美军和印尼年度上大的超级加陆大之盾军事演习，8月31日开始，搁有澳洲、日本、新加坡、英国和法国加入，参加的人是超过5000个。德国、菲律宾和荷兰等等12国是派人去观察。What we do here will benefit the world that we all live in. 美国表示，这项演习是展团结维护印太和平的决心，尤其新版中国的标准地图，明确把南海高度线以内的海域划作是因内，引起真侪国的抗议。美联社讲，德国认为讲这项大规模的军演是一个大威胁，指控中国伫印太地区建立敢若北约的军事联盟，要限制中国对外的影响力。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邀请日本的铁道专家张去到台铁富冈基地，了解道路旧自强号发生事故了后的改善作为。不过，罹难者家属团体发言人王美君说，这个现场发现到真有可能是罹难者的头壳骨。这铁路警察今早起到现场，搁再抄一解，搁再发现到背地真有可能是头壳骨甲喙齿，目前是需要鉴定，看敢是罹难者骨头无。怎么可以这样？你说？头盖骨难怪我们都拼不回来啊！顶个月底，交通部邀请日本铁道安全专家重回台铁富冈基地，结果泰鲁阁号家属团体发言人王美君，确实伫当时受损上严重的第8节的车厢，找到敢若一个罹难者的头壳骨。这一看就是头盖骨啊，是不是？这谁的头盖骨？让它遗留在这里？王美君看了到底是真艰苦，因为泰鲁阁号事故拢过881天啊，确实伊原有罹难者无度好好登记厝的。初一早起，王美君出席台铁安全改革研讨会，和行政院出面，最后灾害防救指引。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让指引是能够很明确的，未来不论发生事情的时候，它就一定还是荒腔走板，然还是会有人没有办法完整的回家。遗物也许对很多人来说不是很重要，这是家属跟罹难者，他其实他是最后一个可以连接。这头壳骨已经交予检验验 DNA， 交通部长王国材讲，认为下无度予罹难者入土为安。伊有代替泰鲁阁号事故了后，第7节甲第8节车厢啊保留伫桃园的富冈机场。今日早起，铁路警察先是简单祭拜了后，搁再展开修正。第8节车厢因为连接伫驾驶车厢后壁，是变形真严重。经过2点半钟的搜查，搁再发现背地疑似是头壳骨甲喙齿的遗骸，其他是皮包啊、手机，也搁有电动大步车这遗物。第7节车厢因为结构较完整，搜查7点半钟就结束，也发现少量的遗物。经过像是检调之手，也有经过运安会的调查，那最后发还到台铁的手上之后，好像似乎就没有再看到有任何可能对于车子、对于车厢有一个比较细部的搜索。一定要整个构成要特别的这个严谨来看待这个事情，就把问题找出来，我们来检讨改善。花莲地检署表示，遗骸是毋就是人体头壳骨甲喙齿，有关需要鉴定调查。另外，进行传出台铁局长杜美会伫台铁公司化了后接董事长，不过外界关心头壳骨事件恐惊影响董事长人选。王国材回应，董事长爱用带领台铁公司化，互员工拢用信任，袂因此影响人选。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今仔公布劳动基金运用绩效，前7个月赚6254亿，是有史以来上界悬的。也若民众上界关心的，就是这新制劳退基金也是同款有袂歹表现。不过，有专家建议讲呢，唔通因为即马有赚，就着急要去领，会等这收益搁较济的时阵再去领。回避去年因为疫情影响这干扰因素，劳动部初公布劳动基金运用的绩效，随着全球金融市场回稳的力度，到7月底规模达到5兆9千多亿，总计收益数冲关到6200多亿，创下史上的新高纪录。敢若7月单月收益数就1500多亿，其中新制劳退基金规模达到3兆8千多亿，收益来到4100多亿。也就是说，去年一整年差不多跌了22% 的台股。今年1到7月已经快差不多，为什么说这个反弹的力道好跟回升，其实应该不只是反弹，而是回升的方式的啊，在今年状况是不错的。
劳动部表示，甲去年运用情况来比较，去年因为疫情、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这因素影响，敢若代购投资部分就了22%，尤其是新制裸体基金了将近2300亿。不过今年到7月，代购投资部分已经起到赚21.2%。我真的不建议。说啊，这时候很好的时机点，我刚刚把它领出来。除非你这时候本来就规划要有急需要用到这笔钱，好，那你就去领这个钱，否则的话你就把它继续放在这个账户里面，好，那就继续的去做投资运用。虽然劳动基金有好的表现，专家建议，若无真需要用到大笔的资金，退休的劳工会使先领劳保老年的给付，维持基本的开销。例如，劳动部每年3月完成前一年新制劳体收益分配，劳工爱到满60岁才法度连本参利息领出来，应当到投资的收益继续增加，累积更加多退休金才个领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有真侪护理师死头路是这10年来上界侪，对护理师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指出讲这医护人员平均食饭的时间只有10分钟，其便所时间只有6分钟尔，要求着爱改善工作环境。无到半个月时间，就7600多人去赞声，为服部爱伫咧10月来回应。新冠疫情期间，徛伫第一线的护理人员，毋但工时长、压力大，薪水也不如预期。也后团只有1700多位护理人员离职。即阵更加有护理人员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指出医护平均食饭10分钟，去便所6分钟，要求改善辛苦的医护产业的现况。无到半个月就得到7000多人同意复议。因为护病比人数太多，他根本就没有时间从事他的文书工作。下午4点下班之后。晚上直接工作到12点，直接把这些应该要加的薪资，能够呢直接拨到护理人员的账户去。护理师离职情形创下10年的新冠纪录。根据立法院法制局研究报告显示，国家卫生研究院推估，2024年护理师会欠15000人到24000人，人力的愈来愈不足。建议立委建议合理的护病的比例，也就是每一位护理师照顾病人的数量，并且建立护理人员薪水的机制甲留任的说法。对此，卫福部讲，8月已经启动7班计划，加现行全力平均护病的比例，改做3班护病的比例。我们现在要把它改成3班，就更清楚白班是多少，一个护理师照顾几个病人，那小夜就4点到12点，那一个护理师照顾几个人，那大夜是一个人照顾几个人。卫福部讲，3班护病的比例7班计划会继续到10月底，到时阵搁再收集资料，回应各界意见，评估后续可行性。上紧今年年底进行，一定完成3班护病比例标准订定，希望使有更加多护理人员愿意回来工作，也是留任。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伫南非的约翰尼斯堡有一栋5层楼的建筑，内面住真侪有萝卜厝的民众。想袂到8月底时阵发生火灾，造成74个人死亡，是这南非有史以来上严重的客家火灾。这南非总统表示讲，这件事件是一种警示，必须要解决市中心大的问题。伫约翰尼斯堡市中心，一栋5层楼的废弃建筑物，31翻点过大火。同一天下晡，警消去做后续的处理的时阵，大楼内底还阁伫翕烧，一直有白烟冲出来。这栋伫市中心商业区的大楼，产权是属于市府，无咧使用了后，叫乌社会霸占去，租户无厝通住的人，或者是非法的移民来使用，人数差不多400人左右。内底水电甲厨师条条拢无。住伫遐的居民会点蜡烛做电火，嘛会兄茶，互因较袂寒。不过安尼一个无细致，就可能发生火灾。Nanti kami lepas ground floor lah, lepas tersalah belum. So I think ini sorry ni laban tak terpegak. So bukan sazang, atung ya the whole night. So kami ngamak betul sesbalik lagi. 伫事故的现场，附近的车路4架拢放罹难者的遗体。法医查验了后表示。拢总发现74具尸体，女性的占24个，男性有40个，另外有10个遗体烧到臭灰搭，根本就无法度辨识，而且还阁有61个人伫病院做治疗。发生火灾，这栋大楼的安全门附近有真侪烧到臭灰搭的尸体，这个暗时会锁起来，阻挡警察或者是外口人入去的大门，变作是阻碍逃生的关键之一。因为火势传了真紧，真侪住户迄当阵是甲窗仔门讲互破，怎跳楼走出去。甚至还阁有爸母甲翁仔直接等落楼骹，敢若希望因的囡仔会当活落来。这是南非有记录以来上较严重主题火灾之一。
嘛是这几年来全世界上界严重的火灾之一。总统拉马福沙去巡视的时阵表示，这个事件是一个警示，都要解决市中心主体的问题。We've got to go to the bottom of what caused this fire, and also address from now on. It's a wake-up call for us to begin to address the situation of housing in the inner city.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31透早，一栋做生意厂的建筑物嘛发生火灾意外。迄当中内底有18个人，其中3个人有顺利走出来，另外剩的15个人，包括厝主在内，全部不幸罹难。另外导火原因，当局当地调查。公视新闻王慧平编译。罗西亚8月31日伫乌克兰的罗西亚控制区推派进前任命的州长，也佮换罗西亚的人事等等举行地方选举。马里坡的市长就指控讲，这是一场假选举，无候选人也无选民清单，真侪人拢是去互罗西亚军队随后去弄门逼因出来投票。一个领票柜台政治，陆续出席进前本落来俄罗斯护照签名领选票，准备去另外一边投票。俄乌战争超过1年半，俄国伫8月31开始伫乌克兰的俄罗斯控制区办地方选举。不过对马里坡的民众来讲，改善生活条件才是因上关心的。Нас в основном интересуют лифты, когда заработают,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все пожилые люди, тяжело подниматься. 9-й этаж, я, например, живу на 9-м. Такой вопрос волнует. И все остальное, конечно. В городе был порядок, было безопасно. 除了克里米亚、俄罗斯伫顿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甲赫尔松这4个地区拢有办地方选举，由俄罗斯任命的州长请求人士甲招数当地有名人士来竞选。佮设立临时的投票站，望透过表面的民意来强化政领正当性。不过马里坡市长指控，这场选举根本无候选人名单，嘛无选民名单，完全就是一场假选举。真侪民众甚至向俄军提出威胁，强迫投票。 Тобто зрозуміло, що довіри це ніякої немає від людей до цього процесу. І так само треба подивитися, 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обходити, як вони вже ж це робили, обходили по квартирах, спілкувалися з людьми, поряд там стоїть 2 військових з автоматами і кажуть, треба проголосувати. 马里坡的市长普申克表示，投票有3天时间，因为无选民名单，逐天拢会当投票，并向民众做中伏投票。除了乌克兰的俄控地区，俄罗斯国内真侪区域嘛伫9月7日投票选举州长、甲地区立法机构的代表。公视新闻台是董编译。 19世纪尾，伫英国伦敦有一个甲人破腹，而且是连续杀人案的凶手开膛手杰克。过去135年来，真正身份大家拢是风声榜影。英国就一名作家叫做莎拉·贝克斯·霍顿，伊伫咧伦敦警察局做满20年期间。伊最近的新册内面就表示讲，这个开膛手杰克真有可能是一位有样型的假释婚制作上。 莎拉·贝克斯·霍顿正伫看家己新册，内底讲到破腹手杰克的身份，可能最终会被公布了。莎拉讲，这个臭名万世连环杀手真名是海姆斯，伊是一个有样型症的塑胶粉制造商，定出入精神病院，啉酒拢无节制，有酒销习惯。莎拉伫伦敦警察局担任将近20年期间，一直到最近，伊才伫研究中发现这个案件的线索。 The medical files on my suspect, Chaim Hyams, were only released in 2013 and 2015, 100 years after his death. And in them, they detail his violence, his dangerous nature, and some distinctiv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I was able to link to eyewitness accounts of Jack the Ripper. And they make a very good match. 西元1888年的8月到11月中间，破腹手杰克伫伦敦东区的北教堂一带连续斩杀至少5名女性，受害者拢是被腹肚破开，并且有真侪所在被剁开。犯案了后，更加侪摆社会到警察局去挑战。莎拉研究发现，还有看到人讲，破腹手杰克应该是一个35岁左右的查甫人，手棍硬正，脚部无在。而案发当时，海姆斯也拄好是35岁。 身高甲体重也甲看到人所讲的是相符合。根据相关的记载，海姆斯样型发作了后会特别暴力。而最后一件谋杀案发生的时间，拄好也是海姆斯被关到精神病院的时间。而来伦敦旅游的民众一定会听到导游讲到这号人物。
It's gone on so long now, you know, there's so many different suspects, and obviously there's no real evidence left anymore. Like, there's no DNA they can look at, there's no kind of eyewitnesses who are still alive. So I think the fact there's no definite answer makes it even more interesting. 水上沙拉前几代的时代，当时就捌参与破腹手杰克的案件调查。过去135年来，至少10个人捌被怀疑是破腹手杰克，内底有医生、老师、生理人，甚至是英国王室的贵族，不过一直无到定案。而海姆斯是不是就是破腹手杰克？恐惊也需要更加多证据来证明。国际新闻心得批评译。 热天特别结束啊，这天气也变较凉，历史全世界新冠疫情搁再夹起来。美国各地头最近的确诊者是增加3、4倍，也那英国秋天的疫苗计划也提早伫咧9月11就开始啊。路的人真多，挂水也没无几个，因讲新冠疫情是慢慢伫咧升温。伫热天即边结束，天气愈来愈凉，最近真侪所在新冠确诊人数拢有增加。 根据纽约卫生部门的资料，自7月一礼拜差不多250例，8月是增加到750例。Over the past few weeks, we've definitely seen an uptick in the numbers of COVID. A lot of those patients that have been coming in for unrelated illnesses are found to have COVID. We've gone from an average of anywhere from 2 to 4% of our population testing positive for COVID to recently this past week going up to about 12%. 医生讲。 甲过去大部分拢是中重症患者无同，即卖确诊病例大部分拢只敢若轻症，甚至是无症状，所验出阳性反应。流行病学专家讲，已经伫咧至少8个国家出现病例上新变异株 BA.2.86，可能自人体免疫力逃脱，增加传播的可能性。 人类行为发生变化，也和新冠病毒更加容易传播。The main reason is because of behavior. We're much more open now in terms of people doing things, returning to normal activities. And I think it's also compounded a little bit by the heat waves that we've had that have brought many more people indoors to really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the extreme weather. 为了要预防疫情搁再压起来，美国 CDC 按算将会伫咧9月底10月初批准一种新的加强针。英国本来是定10月初要开始秋天的疫苗注射计划，即马将会提早。英格兰自9月10日先开始做，来应应新变异株 BA.2.86高风险族群加第一线医护人员的生助。政府也建议民众尽可能同时注新冠加流感疫苗。 另外，英国有一项针对1800多位新冠患者的研究，发现大脑加细胞肺甲可能是长新冠的原因，进一步引起脑部亚腺等症状。有一寡人甚至感染新冠已经过3年啊，长新冠的症状拢无改善。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 因为北流，搁再加上海水倒激，挖近台南运河安平路，再起这水搁再填出来咯。已经有昨的经验，公部门拍开抽水机减少饮水。然后讲到高雄基丁，还有屏东的东港是连续4天受到大流影响，再起又搁是填甲满街路，民众真无奈。 抽水机一直甲引到路面的水抽掉，就惊影响到过路人。受到大流影响，台南安平地区早起9点外，正往台南运河安平路，规个是饮水搁积水。有前一天的经验，公部门就较紧派抽水机来。然后还有把冰箱都做垫高的工作，那就以免说防止漏电，还是一些家具啊设备坏掉这样子。无落雨啊，落雨就惨了。我像昨天严重。 同款状况嘛出现伫安南区城西街一段的附近，连续2天拢淹水，沙包已经塌起嚟嘛无效，水淹入来厝内，民众是真无奈。早唔去倒安尼，倒是是较无严重位啊，原来有效果啦，看下规间淹了了。我们事先帮协助家户预布防水挡板跟沙包啦哈，那今天有起了作用啦哈。不过台南将军的清坤新是冻水的更帮有发挥效用，甲冻起来的海水是阻挡伫鱼缸内，当来无淹水保护居民。高雄基丁和屏东的东港是连续4天拢受到大流的影响。 海水一直淹入去内面，规个市场拢无啥物人。各民众要通过淹水的所在，甲塞车仔的车摕来载人。高雄基丁上班的民众嘛是爱出门打水过，应该做生意的嘛是同款爱开门。
啊，水拢淹到内底啊，内底物件拢全部拢歹去啊，昨上严重啦，今日都还袂啊，今日都打咧饮尔，打咧客人尔。社群上班都要涉水，对不对？年度大流加上风台的影响，沿海地区的居民连续几天拢受到海水倒击的影响，实在是有够艰苦。但是除了无奈，伊嘛无别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这8年大流影响，加上风台效应，云林口湖乡的半寮渔港海水倒击正严重，较大有关是江洋大海。行政院长陈建仁有去视察，表示会用专业的水工模型找出解决的方法。另外，彰化线西乡的稳仔港也个王京渔港也拢有这海水倒击，渔民是真无奈。受到大流甲风台气流的影响，云林口湖半寮海水倒灌对庄仔头一摆。渔港甲车路拢要浸伫水底，即马听到风台阁要来啊，在地人心内是真烦恼。旧的渔港已经加高3遍了，3遍有头6尺以上，6尺以上到即马现在今年度嘛已经满几啊2届咯。烦恼水会继续游入来，云林县府赶紧再炸水泵，希望加减甲海水炸掉咧。现在行政院长陈建仁嘛去当地视察，当地乡长烦恼讲，风台有可能会直接扫入来。互饮水的灾情更较严重，当面甲院长陈建仁真情，希望中央会当斗3工。现况未来常态性啦，中央落来就是这个问题若无解决啦，无解决，你保啊了这个缺口，伊会已经影响到咱居住的安全啦。做一个最好的水工的模式，看怎么样才是长久解决问题的方法。无你若讲好，我即马起起来嘛搁沉落咧，你敢有效果？同款受到大流的影响，彰化线西稳仔港嘛发生海水倒灌的情形，规个渔港拢淹水，有的深度有甲脚头乌，甚至还佫有刺龟流入来港的，而且渔贩啊甲渔民干来当浸伫水底做工课，是感觉真无奈。码头足久吼，迄船啊吼，咱码头动的位置拢无甲清淤啊，无清淤，咱沙积起来了吼，迄水透袂出去，所以讲吼，这连工吼，来政府帮忙，甲咱咧。淤泥甲清扫。彰化王港海水嘛淹过爆花，流入去港的。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会全面清点台湾沿海渔港的情形，找出淹水的问题，中央嘛会甲地方合作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今日召开记者会，指控民进党的新北市立委参选人何柏文，伊伫咧淡江大学研究所的论文涉嫌抄袭，有到85%比例。何柏文强调，这论文是符合标准，愿意接受核准会审查，也批评国民党是为着要救洪明凯选情才做政治操作，而且要求讲这洪明凯论文也着爱公开。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下晡也和何柏文做伙出现，要介绍听。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柏文转战新北市第1选区要选立委，佮拍出北海的轻控这个口号。不过国民党开记者会，指控何柏文2003年伫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的硕士论文涉嫌抄另外2本学术论文，经过比对，相同的指数是到58%，质疑民进党核准条款根本就造假的。我再请问一下民进党中央，你们学伦审查小组有没有审查过何柏文先生的论文啊？如果有的话，请问一下，你们切结书是签什么意思的？对这何柏文是发出3点声明，表示讲比对论文相同度是比15%搁较低，并无超过淡江大学得到硕士学位的标准，愿意接受核准会审查。批评国民党是咧做正恶质的政治操作，就是要救家己的参选人洪明凯的选情，要求洪明凯嘛要公开论文的电子档。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下晡和何柏文共台嘛大力支持。我们希望洪孟凯委员你也公布你的电子档，只要你敢公开讲一句，说我洪孟凯委员就是认定你何柏文论文抄袭，我一定提告。另外，国民党嘛讲，新任的国家教育研究院的院长陈延全有学术的买贷，涉嫌抄家己学生的论文，佮提起贵刊投稿，进程度已经有人逼了，但是教育部嘛是甲有争议的陈延全升官。请问一下，你们要如何带领我们的这些学术界重视学术伦理，
陈彦全较早是清华大学借调去做教育部综合规划司的司长，初一早起是正式接国家教育研究院的院长。8月逼出抄袭的时阵，伊捌回应讲，这毋是事实，家己绝对无抄。但清大已经启动下轮调查，照规定会伫4个月内做成结论，交予教评会去审议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宣布要选总统的郭台铭，今仔是提出解决这囝生少的方法，就是甲生囝甲饲动物的议题结合，讲生一个囡仔通加饲只宠物，这款的讲法引起议论。而且郭台铭也强调讲，这风声放影不如直接对话，避免造成困扰。也来外界伫咧话讲这校瓜配，还尤其是强调家己一定会胜选。另外，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是出席侨委会青年活动，鼓励少年人行出国际。对台湾的发展有帮助。到中研院的福德宫参拜做庙口的开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发出讲，爱亲像土地公共款保护大家平安，带大家趁钱。对少子化的问题，郭台铭认为讲，会当甲生囝和饲动物的议题合作伙，或者是一个囝，互你加饲一只宠物。生一个孩子，我让你多养一只宠物啊，猫啊狗啊。对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讲，郭台铭坚持过去里好多代的讲法。郭台铭强调讲，无必要的传话会造成真侪困扰，不如直接联络。另外，民众党的郭文哲最近无公开行程，但是进前郭郭做伙出现伫普渡的场合，敢若简单握手，无啥物互动。郭台铭讲，准是郭文哲会坐落来食饭，就当约时间好好讲，无放弃整合的空间。支持者大声话口号，还有二是参加新北市妇女会理事长高接和天后奥运会成立大会，要过来抢妇女票，外界等作校瓜配，还有二强调讲家己的态度无变，会坚定团结选赢。从以前到现在，我就是国民党总统征召的候选人，团结所有人的力量，让我们赢得胜选。会力整合现在逐步的在进行嘛，还不见绩效就是了。两人合作的机会应该还是存在的。发教部青年大赛证书，民进党赖清德是参加侨委会的活动，伊讲，互少年人加入国际，对台湾的发展是真重要。地缘政治变化再加上数位转型，或者是2050近邻转型。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走出国门走进国际。赖清德是鼓励少年人爱去学外国的优点，嘛要透过宗教和区域文化的交流来行销台湾。记者综合报道。那做学生有问题，做老师应该甲伊辅导才对啊。今年2月伫丰原某一间公立高中，逼出规定老师霸凌一个学生，害学生囡仔行地路过往。学校2届启动调查，拢认定是管教问题，霸凌无成立。台中市教育局介入开专心会，认定这前教部主任有停聘的必要，决定要停聘1年。不过，人本基金会是表示讲，这囡仔已经死啊，停聘1年是无法度接受。经学校调查结果，不但管教情节重大，但学校只作出记过处分。教育局认为与调查结果不相等，为了捍卫当事人权益，今天依法召开专审会审议。决议依教师法第18条，教师行为违反相关法规，未达解聘之程度而有停聘之必要，将前学务主任停聘1年。教育局也将要求学校彻底检讨教评会审议程序，提升妥适性，尽速汰除不合时宜的校规或奖惩规定，以维护学生权益。针对这间高中的霸凌案调查，2届学校拢认定涉案的学务主任只有管教上过头，无霸凌的情形。教育局无多接受校方这款的调查结果，今日召开专心会审议，当事人由律师陪同表达意见。委员经过讨论了后，认定这个老师有停聘的必要，会甲这位学务主任停聘1年。不过，人本基金会表示讲，囡仔已经死啊，无法度接受停聘1年这款的结果。那另外一位主任教官因为依无老师的身份，会有另外法规来解处理。中央银行伫预测讲，未来 AI 会当取代目前25%的头路，其中法律的事务呢有44%会当由 AI 来完成。阳明交大科法学院伫新学期要开课，教学生使用生成式的 AI 来写这法律的文件，要互学生利用 AI 也爱了解相关的伦理规范。
随即，甲即个司法官也有律师的高考的试题摕互 ChatGPT 来回答，若答案正确，也有家己的见解。像即款的测试，阳明交大团队也进行研究。结果伫满分600个选择题内底 ，AI 得到342分，虽然是无达到第2阶段的标准，也毋过伊的表现也是比半数的考生也较好。每一题把它输入在 ChatGPT 里面，每个答案都记录下来，然后他们也会发一个表，是说多少个人考试考的评分是多少。华尼国有名的银行高薪有测 AI 取代25%现行的工作，特别是现阶段 AI 能完成44%以上的查询的判例、资料整理及法律的事务。因应所有的情形，阳明交大伫这学期开始利用 ChatGPT、Bard 这生成式的 AI 写作法律文件的课程。Don't believe anything， 自己去确定这个 response 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在美国有一个律师是。用 ChatGPT 帮他写一个诉状 case， 对，都是完全是没有存在。人跟 ChatGPT 一起可以写一个诉状，评估说，哦，这个是我不要的，这个是我不要的，这个是我要的。AI 的工具要上市之前，必须要经过一些人权影响评估。谁在做人权影响评估呢？就是律师要做的工作。可能有一些传统法律人的工作会减少，但是新的法律人工作会出现。学者指出，世界各国伫订定 AI 相关的法案，也是指引时，拢需要法律相关的人员参与。所以讲，若是讲法律相关的人员可能互法律 AI 的机器人来取代，不如讲是法律相关的人必须爱引领时代，知影安怎使用 AI。记者综合报道。2019年，台湾通过同婚专法，不过国际同婚含受养子离世事也有阻碍。内政部昨宣布，未来同婚家庭会比照一般的做法，即受养子女的身份证爸母登记，袂阁再加养一字啊。在这个地方养，违法比着查某囝的身份证顶头，当成判入秒罢，被标注成做养父，表示查某囝是两个人收养的囡仔。但是，伫医生配偶收养囡仔时阵，并未特别注明。经过民间团体努力推动，内政部伫8月30日通过相关修法。司法院释字第78号解释的施行法，今年修法嘛，这个父跟母的栏位会变成是把那个养字拿掉，就是两个就是父或者是母，就会跟异性婚是一致的。未来同婚的家庭将会比较异性配偶的做法，收养子女的身份证爸母拿，袂阁再加注养字。听到修法通过，维爸真欢喜的讲，会赶紧带查某囝去换身份证。这很重要，因为身份证上有养字，会让小朋友被收养的这个事实必须对任何陌生人公开，这对孩子其实是很奇怪的，跟很疑惑的。尤其当异性恋家庭被收养的小孩不用面对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终于可以平等成家，我觉得很开心。也期待后续的像是户籍系统修正其实是必要的，我们希望能够在不管是身份证、户籍誊本各种的文件当中，我们都能够得到一样平等的权利。咱国2019年通过同婚专法，今年5月再3读通过司法院设立第748号改正施行法修正案，互同性伴侣会当无费完收养。东家会统计，目前全台湾同志家庭收养囡仔的差不多要到120组。这边提了收养子女身份证顶头“养”这字，就和台湾的婚姻平权搁再向前跨一步。记者综合报道。民众若准中毒，目前敢会当靠抽血做检验，看你是中到什么款的毒，检验上无爱4点钟，恐惊会延误到治疗时间。国内有真侪间病院做伙开发出一套检测平台，就亲像快筛同款，半点钟内就会当核实讲你是中到什么款的毒。然后初步检验一般都是用免疫检测法。那如果说你要确定到底会不会有伪阳性的问题的话，就是要用质谱仪，不管是毒物反应或什么药物反应。刚开始用免疫检测法，那如果说是阳性的话，我们就用同样检体这样质谱仪来做确认。拉曼的一些可携带或拉曼检测法，它的准确度就会比照那个质谱仪。这个平台检测速度比目前使用系统近8倍，30分钟内就会当分析你身躯内面的毒化物，替医生争取治疗的时间。检测的时候。
消防局的麻豆分队研发小组因家己有研发全台湾唯一的第一代注射血管显像自助练习机，这手只要甲伊弄入去机器内面，达条血管是看甲明明。除了实际甲提去救护车顶头使用以外，也会当提升注射的成功率，不会因为这血管动袂着，就加动骨落界。这个聚会人因为无爽快，互送入救护车，救护人员要甲注射时，却发现伊的血管真恶吹，马上摕注射血管的显像机器来斗3工，大大减少找血管的时间，甲提高注射的成功率。这台全台独一无二的机器是台南消防麻豆中队研发的，外形用黑色的玻璃炸光，内底用红外线投射。消防局表示，手脚放入机器内，达条血管看甲清清楚楚。我们经过大概1年的一个开发，不断的去做测试。那这一台的开发，当我们的消防人员普遍的回馈的成效都蛮好的，那我们增加我们同等下阵的一个信心。消防局开1万块买材料，再去倒来家己组合。消防局指出，经过真侪改良，变甲真便利。消防人员平常时会摕机器来练习，即摆佫兼会使摕去救护车做使用。病院共款嘛有引进相关机器，病院讲若是有较清残的血管，因就会改用超音波。其实困难静脉注射的案例其实相对也比较少，该20例里面可能会有1例啦，没有那么高，不会到那么高。这个东西它是可以来协助我们提升我们的注射成功率，但它不是一个保证。根据台湾理科医学会资料显示，幼囝若要抽血甲注射，拢凭大人甲困难。即摆消防局病院拢有相关的机器，增加救护技术的能力。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伫嘉义民雄车头附近呢，有一寡较古早的建筑物，因为这都市开发准备要拆掉，民雄在地文化团体就举办说明活动，希望民众认捌这寡建筑物，也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来参考这在地民众因的想法。农会旧仓库、退休警察的旧宿舍，也佫有1956年起的公有市场，这拢是嘉义县民雄火车站附近的旧建筑，因为拢有搬徙也是拆除的规划。在地文化团体举办说明会，希望让民众来认捌、嘛讨论因的未来。我觉得，如果可以让下一代更多的机会了解这些文化、记忆历史的话，其实对我们的生活还有教育是很有帮助的。这活动会当让大家先知影讲，咱有这个物件，大家做伙来思考讲，这个物件留落来会对咱会当安怎？若是感觉真正要甲拆掉，未来咱会当安怎？伫这个所在，咱会当安怎做？ 2020年的时阵，经济部就核定要来对民雄公有市场的搬徙补助经费。不过，这届新就任的乡长讲，要搬的所在经费阁有一寡问题，市场的搬徙要重新思考。透过一些可能公共的机制公民审议或者说社区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创造一些讨论的平台或者讨论的机会让民众有机会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政府到底在想什么，未来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的地方。我民雄28庄，各庄头的人拢会来民雄菜市啊买物件，那你要拆了它嘛？我觉得太可惜了，会把民雄人的回忆给拆掉。那要怎么样活化它？这就是我先要努力，还有跟我们志凯这边，可以共同努力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点。大鸟街坊文化协会指出，古建筑是在地历史甲文化，拢是长时间的累积。如果因为开发的原因来破坏，实在是真无彩。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提供在地民众参与讨论的平台，做伙找到开发甲文化兼顾的方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讲到偏湖，唔那是会当生水，这在第一群少年人佮开发新的旅游模式，希望会当兼顾到生态保育。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帮，带大家来去偏湖，看这群少年人提出什么款好耍佮对环境有利的旅游方式。伫好天、海水清清的日子，游艇坐咧享受坐船出海佚佗的滋味。今年热天，有不少人用无同的旅游方式去偏湖行搭。这是偏湖的南方四岛国家公园，嘛是台湾第2座国家海洋公园，都属禁止开发，所以要保留原始的自然风貌，还有丰富的海洋生态环境。我觉得还是看那个自然的比课本的图片好看。关于咱这当士兵的历史，毋是讲咱大家来遮这薰衣草森林看就是水水安尼，后来迄个上，还咱就走。伫个四粒岛内底当士兵，
即马住伫遮的居民差不多20外个人，李家豪从细汉伫遮大汉，面临掠鱼的范围限缩的情形，伊改经营观光业，以饲留伫故乡生活的基本收入。当时因阮热天做观光嘛，观光就是爱逐工来回，所以热天咱就开目镜啊，冬天咱就搁到处边讨海掠鱼啊。另外人数较济东结岛，居民大部分拢是社会人。回乡的青年考明中，为着要互更较济人认捌这个所在，伊甲朋友做伙成立树岛工坊，设计各种的游艇，吸引外地人来探访东结。那边它有没有比较多的生物？好啊，我们带过来啊。潮间带，还有浮潜、聚落群里，还是做手作鱼拓啊，互遐弟弟妹妹知影有东结啊，嘛互遐老人感觉年轻人嘛是会来东结。南方树岛严格地理环境，阁受到法规的限制，要靠观光来赚钱，其实是爱真拼。要若想互伫遮的人，敢有机会看到制度的改变，互因伫若像海洋明珠的岛屿，继续实现因的目标甲未来。记者林建如、吴定武、天阳报道。讲台语当就是咱愈来愈重台湾味。来看这部是改编自这作家郑清文的小说《清明时节》的台语舞台剧。什么叫做梨花时下？我就是唔知唔怎能力。秀庆发现家己的翁非常有外缘，这出以台湾1960年代为背景，翁仔某之间外缘为主题的台语舞台剧，是日根剧团导演吴念真为作家郑清文的小说《清明时节》改编的同名舞台剧。吴念真讲，观众通为戏出当中看到每个人拄到人生难关的时阵，是安怎做选择的。这一个呈现的过程中，每个观众可以从戏的某些细节里面看到，也许跟自己的此刻的心理状态，或者某些人生疑惑，产生共鸣。故意整个好大的压力，跟黄老师都变了。我，谁个你们都可以开点。戏出当中演女主角秀庆的演员张玉燕是头一摆演台语的舞台剧，安怎展现迄个时代的台语开口，是伊伫这出戏当中上大的难关。我们这个戏的那个台语的那个味道跟腔调，跟一般你打开电视剧看到的什么连续剧啊、8点档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台语每个字我也都能说，但是能不能说到那个味道？莫该查某倒，莫该查某倒。这个东西，那两字意思差太多了。台语的7声8调，无共调就有完全无共的意思。张玉燕讲，虽然过去演过台语的8点档，但是凭这摆的舞台剧，安怎演出正港的台语味，确实是新的挑战。记者郭文利用开台北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7度到34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1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32度。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